梨的个种类有多种咯？以前是冇咁多种啦。头哥来讲，最早期的时间梨的有几多种？最早期的就个个法罗梨啦。法罗梨系嘛？法罗梨，然后雪锦梨为重阳，系。但是加法文冇重阳冇按火。哦，系。法罗梨啦，嗰个乌都梨，乌都梨就讲。三种听起来名都相像呢，乌都梨、法罗梨、雪锦梨。系。法罗梨又很慢，吼，一个3年咧。3年都一般人講係烏都梨，係較細隻。哦，安樣吼。冇按太料，就完全豐富。係。好，這個食到有冇按好食，較酸，都一直變化到雪錦梨出去咧，有雪錦梨嘅。係。好，就往雪錦梨嚟走。所以一下都一個高原地區都種嘅雪錦梨有較多啲嘅。雪錦梨也有，個黃水梨、黃滂梨。哦，黃滂梨有人講甜菊梨。對對對。係。個黃滂梨就較熟嘅話，黃黃啊摘起來，皮白嘅就當甜嘅。好，也就講到一下睇睇梨嘅。種類市面上看得到嘅，咩差唔多一條嘅。也要有較多條嘅啦。哦。比往擺行過較多條嘅。比以前。哦，有較多，也有甜菊嘅啦。係。哦，鳳香梨也就新出，較新品種啦。較新嘅，迄食起來面是咧。比中藥梨較好食。哦。也講到做肉梨，係咪也個合做出也下時節？係。人哋講土碟嘅，嗬。也加落嘅鳳香梨就較長些、較甜多，嗬，較青，係，嗬，較太雜。嗬，嗰個一個甜椒味就也就一兩10年來啦。醬油誒。所以一下來講吼，即係講到按多嘅一種梨嘅種類，一下應該桃嘅老梨嘅算係做連電嘛吼，連電強時期。一梨嘅來講，一下出嚟，因為桃嘅咩唔講2月桃、3月桃長出，也想講梨嘅來講，一下出嚟係呢幾種，一下識得到嘅。也滿係也先藏嘅嗬，做宜蘭梨。係，來，也係。有兩種，也算係宜蘭梨。宜蘭梨係要歸下梨嘅做宜蘭梨。哦，安樣片嗬。宜蘭梨叫做蘆歌，係。像有蘆歌嘅都按到。呀，宜蘭咧，要品種蘆出來嘅。哦，安樣片嗬。嗰時候一下最看得到，一下出嚟就係一種宜蘭梨啦，嗬。應講做喺鏡頭後面做得看得到。哎呀，蘆歌也天出愛蘆係嘛？亞種就一天愛滷，也市面上啊看見像安尼吼，佢做滷。哦，係。像清做嘅做梨嘅做亞種。哦，嗰個一下來講，清做嘅梨都係亞種。再過來嚟，佢嘅順序來講，係有呢種過來亞種嘅梨過來。桃汁嘅。桃汁嘅。桃汁嘅就講肉梨。好。係。啊個應講到幾隻嘅神奇都一下可以試到呢時，愛食梨嘅全部有咧。也可以講解正熱，跟嚟食緊熱帶啦，解正熱帶落去嗬，食緊咧咁會出啦，食緊咧咁慢啦。以前班嘅嘢啦，可能桃汁嘅。